各位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非常高兴哦，今天我们呢继续来为各位介绍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话啦。善导大师讲的话，他说：一切造罪凡夫，但回心念阿弥陀佛，愿生净土，上尽100年，下至7日、1日或者10生、3生、1生等，命亦终时，佛以慎重，自来迎接，即得往生。这段话太重要了。首先，我们来感受一下，就是善导大师是何等大师，何等人物。他不是池中之物是人龙中蛟龙，蛟龙对不对？我们人中的蛟龙，太了不起了。所以难怪唐朝的皇帝都称呼他是光明和尚。为什么？他每一次念佛，一句佛号就有一道光明，一道光明里面就有一尊佛，你看这么用功啊，他这么有大的正量啊，太了不起了。善导大师实际上后人才知道，原来他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。那阿弥陀佛本身曾愿再来，化身变成善导大师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。他讲的话代表佛在讲过，对不对？代表佛陀在宣达佛意佛的本意，告诉大家。我们一般社会上，我们人世间看到说皇帝下圣旨，下一道命令，圣旨下，我们都就这样依教奉行谁都不敢违背。我们不敢马虎虎的这样草率率的应付，不可以，也不敢现在呢，佛比皇帝那是高尚了几十万倍以上的。皇帝还是个凡夫众生，是个凡夫，那佛是一个至高的圣者，跳出三界，福慧都圆满的，已经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一个佛。所以我们知道他讲的话，更应该要百般的重视，不能忽略。善导大师他说，一切造罪凡夫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造罪什么造罪？贪心嗔恨心愚痴心。愚痴就是不懂得是非观念，不该做他做了，不该想他想了，不该说他说了，是造罪，一直无量的造罪，嗔恨计较诽谤那个心就从来没有平静过。所以这种造罪的凡夫众生不懂得仁义道德，不懂得做人的本分，不懂得孝顺父母这种凡夫众生，凡夫就是全身都充满着贪嗔痴。但这种对象，只要你回心念阿弥陀佛，回心转意能知道没人救我了，因果报应很快就成熟了，我很容易就堕落了，真棒！你回心转意，弃恶向善浪子回头，你赶紧念阿弥陀佛。这种人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又愿生净土，愿意往生净土。为什么愿意生？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净土？各位，你慢慢想想看，这个人世间这么污浊，这么黑暗，这么痛苦，到处充满着生离死别，而且那个奸诈，那个计谋，各位用心的陷害你，栽赃你，各位抹黑你，心不干净，不亮丽，每天就是这个心污秽肮脏设计要陷害别人，侵占别人然后一直想要从你身上得到利益。这种情况在这人世间到处都看得到，到处都充满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间这么污浊，这么肮脏，人的心变化多端，今天忽善忽恶，忽好忽坏心没有办法纯善，没办法永远都是固定的这样，一直善就是善到底了。他没办法，
他一看到有逆境来挑战的时候，他的心随着这环境就转变了，就开始转变。所以这个人世间是一个造罪造恶，是一个污浊恶事、很肮脏的世界。那么这个人知道啦，我在这个人世间没有希望了，我一定要赶紧念佛，发愿到西方净土。那个地方是众善人聚会一处嘛，好的人都在一起嘛。哎呀，我无论如何，此生此世，绝对到我舍命往生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身边，听他好好的说法，让我的智慧能够开展。所以我愿生净土，愿生净土。你怎么去的呢？上尽百年，下至7日。你上就是我们就说多一点的叫，我们如果说因缘早熟了，因缘能够早一点成熟，我们上呢可以到100年。100年是什么意思？一辈子嘛，就是我们一辈子，我们能多到一辈子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一辈子到我往生，我一直都念佛。下至7日，最少呢也要有7天，或者是1天。我如果听到以后，马上就要知道说，原来念佛是佛要救我，我知道了，非常充满的欢喜啊，充满欢喜。最少也要7天，或者是1天。甚至于呢，你因缘太慢了，这个人呢业障很重，他那个善因善缘很慢在成熟，怎么办？你能够最后念10生，甚至于3生、1生等。这种情况，命亦终时，他的命这个跟人世间的缘已经到了，他快要死的时候，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么因为你有念佛。你一辈子念佛，或者7天1天的念佛，甚至于你只有念1生，最后的时候善知识给你提醒，你也愿意说啊，原来我一念佛，佛要救我，就赶紧大声的念出佛号。这种对象，你要快往生的时候呢，佛跟圣众，佛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自来迎接他，自然，你不要请哦，你不要说我在期待哦，我是不是要特别恭敬的迎请他？不需要，只要你有念佛，他自然就来了，来迎接你，即得往生，当下即刻马上离开娑婆世界，离开这个是非恩怨纠缠不清的这一种肮脏生离死别痛苦的世界，马上离开，就往生西方净土。各位，这是佛交代的，佛叮嘱的，佛对众生的承诺。我跟你打个誓约，我发誓，只要你念佛，不管你念多少，念多也行，念少也行，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那一般人很多误会啊，那既然念少，我现在念了，是不是吃亏了？是不是好像多余的？错了，因为我们一般人在临命中要想念出佛号，不是简单的事情，除非你是很有善根。过去世当中，你种了很多的善根，你在临命中很紧要的关头，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你能够念出佛号，碰到善知识来提醒你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这种因缘呐，是非常的巧合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恰当来的正是时候，一般人是没有这一种大福报哦。没有这种大因缘，所以我们不要期待说我最后我才念了，平常就要把这个根基础要扎好，你如果扎好的时候，那你随时我的心跟佛呢，佛心是紧紧连在一起，所以你不管你什么时候阿弥陀佛，马上朗朗上口，所以各位，你一生佛都要救度你了，何况你平常一直不断的念佛啊，精进用功，一直跟佛呢这个佛号紧紧的连在一起。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那当然了，你是必然的，绝对往生的。那以后你就不要再受生受死，你看多重要！佛利用善导大师用这样子话来交代我们大家，也就是如同佛亲口跟你叮嘱你、交代你、吩咐你，你就是要这样做，以后你就离开了这个娑婆世界，永远得到幸福快乐啊！
佛的用心，佛的苦心，佛对众生的关心，真是，哎呀，无微不至啊！设想的太周到了，太圆满了。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，修什么都修不起来，没办法相应。唯独就念佛简单、容易、方便，而且人人都能做得到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违背。善导大师就是像佛一样这样子，来叮嘱我们、交代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。好，只要大家都念佛，个个以后都能成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